骗你嘅钱，又嘛该放罚那你嘅钱啊！以下系国税局嘅官员，以下又系告你传台钱，全部请抢抢，不管你有几多钱，还有几多钱，心中有贪，全部变做几个钱。又嘛该罚赌，警察也冇罚赌，你嘅会员遍布世界各处，讲冇给您摆在嘅事情，唔该害死您，因为佢冇良心，心中唔好有也来贪，讲不会比骗，诈骗却是一种罪，利用人性的扭曲，欺骗你的情，欺骗你的意，因为佢冇情冇义冇心冇肝冇人性。诈骗集团，不知大笨奶冇贷款。诈骗集团，哎，你上瘾又被按拐。诈骗集团，奶冇参加嘛该抽奖摸彩。诈骗集团，你给我搞我，你有气过吗？奇怪，怎么听到有人在画 Q 了？难道是有人被绑架了吗？下一段分析给你听看看。就是唔免操烦，成功大爱靠一摆，免讲到跳了很开卖，那笨猪成满塞啥咪起吧？是你家己害慢，我一个困在地下等，我去自头照你来，还诈骗的广告，但是不是拢在播？但人的脑筋唔知安怎弄的小度，快度和手度是不断的进步，一步得到一步，甲你输甲大广告，会红档，物件只嘛伫我吃。我被绑架了。只要500，你后生的性命，存在蛤蟆，我来圈在那77688。当你花甲事情，这种方法已经袂糊弄。骗子再着走去外国，连警察嘛无法度，死人欠着免到7岁只要死甲苦，心中无多早就要淡水河。诈骗集团，大笨奶冇贷款。诈骗集团，哎，你的上瘾又被按拐。诈骗集团，奶冇参加嘛该抽奖摸彩。诈骗集团，你个搞我，你个气话吗？诈骗集团，你那个好人，那个好人。诈骗集团，你那个好人，那个好人。诈骗集团，你那个好人，那个好人。诈骗集团，不懂的人一起唱出来。诈骗集团，不知道会哪没贷款。诈骗集团，哎，你的上瘾又被按拐。诈骗集团，奶冇参加嘛该抽奖摸彩。诈骗集团，你讲靠我，你就气过吗？诈骗集团，不要打给我，我没贷款。诈骗集团，哎，你的声音怎么这么奇怪？诈骗集团，我没参加，怎么抽奖摸彩？诈骗集团，你个搞我，你有气过吗？Are you?